喂 Jason，我最近成日胃痛，醫生建議我揾專科照腸胃鏡，聽講價錢都唔平，我嗰份保險包唔包㗎？放心啦 Janice， 我哋嘅增值服務好全面，用我哋嘅網絡賠償金額計算機就一目了然，亦都可以考慮透過周大福人壽嘅醫療網絡轉介去睇合適嘅專科醫生，喺港九新界甚至係大灣區都有選擇，用個 app 就揾到。不如就呢個啦。揀好之後就可以網上預約，做埋預先批核登記，見醫生之前就幫你搞掂晒啲索償程序，直接幫你俾埋錢。哇，咁咪又快又方便。我哋嘅高端醫療產品仲有各項上日醫療服務，包括上日護士專線，可轉介至經驗豐富嘅教授級醫生、國內陪診及 VIP 通道服務等。好喎，自從做咗手術之後，我都諗緊升級個醫療保險，可唔可以俾多啲資料我啊？當然可以啦，咁就要留意我哋嚟緊嘅詳細介紹啦。